总算来到礼堂嘅亲密一咧。系啊，我当其他我转去路无看阿公阿婆呢。係啊，你係買按度嘅電路，還有其他嘅地方呢？還有散步，唔該你買按度。看行李，準備行李動辛苦，唔過我相信也有得的啦。冇唔錯。所以看到我哋你冇卡人。冇，老外講做先做到準備做乜嘅？像我哋也拜向下查，我準備嘅查表，然後向下準備行李，行我提早出門，我知道我哋都配合到同好啊。哦，跟我老阿爸講，下禮拜向下來做。好。韓國啊，我知道你要拜天數當道，韓國都做到同好哦。我做啲來安排行程啊，看氣象報告，還係個來資本查票也得。冇問題。你來看一下送茶前是要做乜嘅？都好啊！我哋嘅行李係盲拍名牌呢。哦，行李嘅名牌啊，我有帶到啦，我有準備哦。哦，我都冇想到按西成西意。係啊。好，記得一下拍好名牌，你就差唔多做嘅，準備出發。好啊，我坐那一路線嘅公車，也有6、7做啲錯。